公立博物馆佢可能还有该种的限制，政府部门的相关的限制哈。其实讲迄是差不多挑上演业哈，那是有文化震撼，因为挑摆都太好，你摆都下自由啊，做埋研究的，做埋研究有一个让业同时让业学生那一种，你是想办法争取经费这样子做得来啊。不过你实践博物馆你摆都在睇这个。上学好，因博物馆的定位系嘛个，愿景系嘛个，所以讲咱去年半夜落去以后到了哈，差不多公演，我做一定差不多咧，你博物馆的定位系嘛个，愿景系嘛个。嗰时候也还算压力去睇咩？也压力动态，动态我伤心还有做梦呀，我落去跳演，我做梦我不用很爱啊，讲你挑战做嘛，我讲我梦到哈，博物馆摸签呢，摸签还假签，到地下钱庄假签，就签翻不出来，结果不追杀你啊，不该。安尼梦，唔係去家摸钱，去博物馆摸钱。博物馆摸签，还梦到这个事情啊。哇，结果我给你耶。你会追上，好动甜，红了以后动甜，我不用讲，我讲你倒台做埋咯。哇，阿你安泰啊，动态，我你动态，有后悔吗？其实唔会咧，你来讲，你当到挑战动过的事情啊，还是好有挑战性的事情。哦，哈，嗰种甜甜的安尼咧吼，就系一开始唔敌，刚才先去做有挑战没唔怕，你也不会怕挑战，不会。虽然本会梦到本人追杀安尼，不过也唔会惊安尼，就是因为是一个挑战有啊，我只想讲，你总会面对那种挑战的期款嘛，如果真的能力不足。我是原因就好啦。吃做困难嘛，尤其譬如吃困难，冇聽錯過做出一啲冇見嘅東西，